姐夫，玉八赞率着3000精骑进入山西境内接走龙三，既不跟你这个山西巡抚碰面，事后也不差人跟你打声招呼，而现在皇上就宣你进京跟龙三对峙，这事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儿啊。其实我的心中也甚是不安呐。我原本以为这个龙三只是哪个偏远地区的小官吏而已，在朝廷中毫无背景，只因是擅长曲中卖直，所以才被皇上破格任命为钦差大臣。所以他完全不懂这官场的规矩，憋足了劲想要踩着我上位而已。如若如此，我完全有把握将其斗倒，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他居然跟这个玉八赞有如此深厚的交情。嘿，玉八赞是皇族子弟，手中又统领着朝廷最精锐的骑兵，可是他为了一己私交，不奉旨就擅自带兵进入山西境内，就这事儿，咱们能不能揍他一本？秋官啊，此事我们是假。为什么呀？啊，皇家子弟手握重兵，跟朝中大臣勾结，这是皇上的大忌啊！你懂些什么？这个龙三回京之后，必定在皇上面前举报我诸多的罪状。到现在为止，皇上没有下旨捉拿于我，只是让我奉旨回京与那龙三对峙。这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我抢先在龙三之前呈给皇上弹劾龙三的折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秋官啊，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我们只需要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和力量对付龙三一个人，以免树敌太多呀。你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先奉旨进京。丽嫔娘娘的事情暂时先不提了。秋官啊，待我找到真正的舒婉心之后，你即刻进京来见我。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了。姐夫，江湖上我大把的人都撒出去了，你说他跑得了吗？索大人且慢行。怎么了？下官见过索大人。哎呀呀呀！你这是干嘛呢？你别这样。不，索大人，下官没有别的意思，下官只是想请索大人给下官透露些口风。下官此次进京到底是凶还是吉呀？哼。哎呀，你呀，你呀，哈哈，索大人教训得对。你呀，不用太过担心了咱们都是朝廷命官，这有人弹劾咱们，这应该都是家常便饭，是不是啊？下官明白索大人的意思。索大人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皇上并未全信那个钦差龙三对下官的弹劾。你呢，且安心的去觐见，你此行一定是有惊无险。多谢索大人指点。行，走着。请。皇上，山西巡抚刘德昭觐见。宣刘德昭。这，刘德昭，皇上宣你觐见，请吧。刘德昭，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山西巡抚刘德昭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刘大人，皇上，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都是他无中生有，所罗织的罪名无中生有啊！刘德昭，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回皇上的话，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所以怀恨在心。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盗抢我府库的官银，还有这龙三，他私刻玉玺，伪造密旨，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皇上，这一桩桩一件件，臣据查实。皇上，请皇上明察。刘德昭，臣在。你文才不错嘛，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难怪你能一路升迁，官拜2品。谢皇上盛赞，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还有皇上，这是龙三私刻玉玺、伪造密旨、盗抢官银的证据，请皇上明鉴。没错，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皇上，除了这些物证以外，臣还有人证。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书建大人府上的管家，他可以作证。这龙三在借住书府期间，曾经率领手下乔装改扮，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如果皇上想亲自预审此案的话，可召此人进宫质询，此案可立百于天下。不必了，这儿有3个人证，个个都比你那个书府的管家重要。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伪造玉玺，乔装改扮盗抢官银，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吾皇圣明啊！皇上实在是圣明啊，但不知现在那3人现下何处啊？刘大人，别来无恙啊！皇上，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刘德昭，我也是证人之一，你可还记得我？皇上，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皇上，不管他们说什么，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皇上，何止他们俩有份儿？刘德昭，臣在。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臣第一次拜见天颜，内心诚惶诚恐，臣不敢直视天威，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仔细的看看朕。皇上，朕万死！老大，看到了吗？有一个富商啊，
他母亲这个月过80大寿，所以准备在这儿施粥半个月呢。哦，老大，你不让我去当叫花子吧？不当叫花子当什么？咱们俩去酒楼当大爷啊？之前那次是运气好能逃脱，就咱俩这三脚猫的功夫，打又打不过人家，身无分文，怎么逃啊？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现在想要脸面，还是想要命啊？那还是要命吧。找着了，找着了！还好这边的百姓都不认识我。谁认识你啊？走吧。挤什么挤啊？明明是你挤我了。我挤你怎么了？我比你爹岁数还大，就你这样子，还和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抢一碗稀粥，你知羞不知羞啊你？麻烦，再来一碗。没了啊！回去吧啊！没了。啊，没了啊！今天都没了。没了，下次再来吧。哟，后生，你来晚了，这都没了。等一下。给。我说小后生，你可别嫌弃这碗刷锅水了，它总比一碗清水强啊，多少能沾点骨气。你不要，我要。怎么样，好喝吗，龙小弟？就是少了点。对了，老大啊，你喝了没啊？我喝了，我在那边早就喝了。我可不像你，放不下身份。我跟那帮灾民一起抢的，有时候太君子啊，会挨饿的，知道吗？老大，我怎么听到你肚子在叫啊？没有，我这是撑的，我刚才吃特别多。给你吧。我不用，我平时吃的比你多，这肉都藏着呢，现在可挺饿了。什么不用啊？拿着。咱们俩可是拜把子兄弟，说好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呢。虽然这只是一碗粥，那也得一人一半。不行，我得想个法子尽快回京城。我要是在这儿多耽搁一天，百姓们就得多受一天的苦。这里离京城千里之远，就算走一天100里，也得走10多天呢。要是能雇辆马车就好了。雇马车啊，我问过行情了，从这儿到京城雇辆马车5两银子，你有吗？哎，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老大，要不然你把那……公子，少一点吧，我真的没有了。得吃饭。谢谢公子，谢谢公子，真是。给我一点吧。怎么？好饿没有？老大，你就让我把那个金镯子给当了吧。等我回了京城以后，立马让人帮你赎回来。不行啊，我这个金镯子是我一个兄弟送我的，我那个兄弟心思很重的，如果他知道我把金镯子当了，他一定会很难过的。哎呀，你自己想办法赚钱嘛。
别老打我金镯子的主意，行不行？好，我知道你是故意刁难我，我还就不信了，我挣不了这5两银子。这才是我的好龙小弟嘛，文武双全，什么都会，对不对？不过你想到什么办法赚钱了吗？老大，你的耳环呢？哦，这儿呢。哎，你的金镯子不能当，耳环可以吧？耳环是可以啊，不过耳环不值什么钱，只能卖10几个铜板。10几个铜板就够了，走。不妥啊！我认为你这个方法非常不妥。明明耳环换来的铜板可以买2个烧饼吃，你非得买这些笔墨纸砚干什么？我卖了字儿以后，你还吃烧饼啊？我给你买10只烤鸭，让你边坐着马车边吃着烤鸭回京城。吹吧吹吧，反正大清吹牛不上税。老大，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自幼好学工书，不到10岁的时候啊，这朝中诸位大臣啊，对我的字儿那是争相收藏，民间更是一字难求啊。如今我沦落在此啊，拿自己的字儿换一点盘缠，不管是谁买了，那都会当成传家宝的。是啊，你最棒，你最厉害，你是皇上，你说了算。发钱了！来客了，来领钱了！你看看，我就说了吧，我字儿有人喜欢。发钱了！发钱了啊！都有啊，开好队，别提都别急，都有。你的，看到了吧？你的字在他们眼里还没个铜板实惠呢。哟，这幅字笔画圆润柔美，清丽潇洒，颇有明代董其昌的风范呢。在世道好的时候，应该能卖几两银子。你居然能从我的字里边看出董其昌的风范，看来你对书法颇有研究啊！不瞒2位，在下萧凤生是也。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山西第1大才子萧凤生是吧？惭愧惭愧啊！哎，你是否画过一幅《古道西风图》啊？有啊，不过我当时送给了京城一位友人。听说此画几经辗转到了皇上手里，皇上爱不释手。怎么，你见过此画？啊，那倒没有。我有一个乡亲啊，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朝中做官，然后我听过这个事儿而已。哦，哎，可是你为什么不卖字画，要在这儿乞讨为生呢？世道不堪，灾荒之年，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什么闲钱买我的劳师字字画呢？我又不愿攀附那些达官显贵，也就只得乞讨度日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怪不得先生能画出连皇上都欣赏的大作来。这位兄台倒是萧某的知音呐，不过我也没有别的东西可赠，这枚铜钱我就赠与兄台，好歹也能买碗薄粥。告辞了。哎，龙小弟，现在总算知道了吧？大臣们啊，觉得你的字值钱，并不是因为你的字写的有多好，而是因为你是皇上，天子墨宝谁不想要啊？那些富商要是知道你是皇上的话，倾家荡产也会买你的字的。老大，你就别再挖苦我了。这趟微服私访，学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比在宫里边读的所有的书加起来还要多。响鼓不用重锤，那我就不多言了。哎呀，不过我要开始准备去给你赚路费了。我都赚不到，你能行吗？我，李欢，江湖就是我的天下，知道吗？老大，你说的不会是这个地方吧？当然，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知道吗？走。哎，老大。来，买定离手了啊！买单还是买双？这边单这边双啊！这边是单。买定离手。买单还是买双？看决定啊！赶紧下注啊！好嘞，下注。运气这么差还赌呢？来，接着来，我说怎么
么没把头梳呢？原来那儿有个小叫花子，滚！说谁小叫花子呢？告诉你，我们小爷有的是钱。哟，金元宝，真有钱！有宝，还光头呢。金镯子，谁呀？好，有种你跟本少爷。好，赌就赌。好，来。赢了！我的，拿上，我们的。再来，再来，老大，算了，见我就收。哎呀，我正玩得兴起呢。老大，好，那个，最后一局了，小爷没时间了，最后一局了啊！最后一局，全压了，快压了，对，全压上，一把定翻回来，一把定输赢，对，好，没事，给我。一把定输赢。对吗？来，豹子来了，豹哎，你干什么？小爷这骰子还没摇开呢。开啊！开啊！对呀，你还能开什么呀？等着啊！来，随便来啊！开呀！真是要开直接。快开呀！看好了啊！怎么是19点？抢什么？都是我的！放下！抢什么？这仨骰子怎么可能要出19点啊？出老千啊？不是，肯定出老千。对呀，我又没多一个骰子，这是小爷的本事，自己没本事还怪我，有你这样的吗？不能算这个，这肯定出老千，咱不能让他走。这把不能算，再来一把。哎，官兵来抓赌了！几10两呢，这下好了，我们不仅雇马车的钱有了，吃饭的钱都有了。老大，你真行！那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做的你老大呢？哎，拿过来啊！这些钱都是我挣的，跟你没有关系。哎，行，算我欠你的，回头我就还你，行吗？还我？我的利息可高了，你还得起吗？老大，你可不要趁火打劫呀！趁火打劫？全天下哪有你这个皇上厉害啊？大明内乱，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
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想过上几天安生日子，可你们呢？朝中权贵搞起了圈地，各地的官吏争相设置各种关卡，变相收取各种赋税。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一本万利的勾当呢！我怎么了？我说错了吗？我说的都是实话。龙小弟，其实这就是我要的利息。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消除权贵特权，革除积弊，整顿吏治，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好，我答应你，这个利息我一定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没有，说了没有？这个吃着，这道吃。慢点啊！哎，陆小弟，你干嘛呀？赶紧雇辆车回京城吧，别再节外生枝了。这不刚好路过吗？我这辈子就没吃过霸王餐，咱们还是把没付的钱给人结了吧。别人小本生意也不容易啊。龙小弟还挺好面子，老百姓就怕皇帝不要面子，随便天下骂声一片，民怨沸腾，皇帝却装聋作哑听不见。放心吧，我这次出宫啊，这心也算是真开窍了。哎，走开走开！来，两位客官，哎，请。掌柜的，这是上次欠你的饭钱，够吗？哎呀，二位，你们客气了，够了，够了，够了。是不是没想过我们会回来呀？哎呀，哪能啊！二位都是正人君子，肯定会回来。按照我的做派呢，就像你上次那么奚落我，就可以抵了这顿饭钱。不过呢，我小弟为人正直，非要拉我回来还你钱不可。哎呦，是啊是啊。哎，二位爷，不是小的粗俗势力，小本生意都亏不起。这么着，我再请二位用一餐，算我对你们上次那个赔罪，你看如何？不必。哎，可以，有酒有肉。老大，吃白不吃吗？不是你，没事儿，人是铁，饭是钢嘛，吃饱以后再上路啊。万一一会儿路上想买好吃的没有了呢？而且你看老板人家多有诚意啊。就是嘛，哎，赏个脸，二位赏个脸啊！哎，小二，快，请二位爷楼上上雅座。哎，好，哎，这边挑雅座啊！小心楼梯。哎，慢点。啊！快，好，吃。饿了2天，总算能饱餐一顿了。龙小弟，你现在终于知道了吧？为什么我这么贪吃？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总挨饿，吃完上一顿，下一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我总想着，可着一顿饭使劲吃，使劲吃，这样就不会挨饿了。我明白了，老大，你就放心吧，以后我再不会让你挨饿了。不光不让我挨饿，你要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不挨饿。好，我努力，尽量做到。老大，我们现在是不是该过辆车回京了？可以啊，我们要把这些点心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啊。也是啊，这里的旱情虽然没有太原的严重，但是估计路上要买到吃的也挺难的。来，再吃点。铁捕头，就是他。掌柜的，你这是干嘛呀？上次的饭钱我们可结清了，这顿是你刚才在底下说你请我们的，不就一顿饭的事儿吗？那我们给你钱还不行？你报什么官啊？二位爷，这就不怨我了，你们这胆子也太大了。既然巡抚大人已经全省通缉你们，还敢上我这酒楼来？想不到我身为大清皇帝，竟然被自己任命的官员通缉，惶惶如丧家之犬。下一章。
然是的，给我拿下！铁卫国，住手！你认识我？我虽不认识你，但我知道你是谁。你做了20多年的捕头，破获无数刑案，抓过无数盗匪，屡受朝廷的嘉奖。去年你因公致残，没了左手，皇上特意恩诏，命宫中的能工巧匠帮你打造了这只可以伸缩的铁手。你怎么知道我这铁手是皇上亲自下诏打造的？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你是巡抚大人下令通缉的要犯龙三。那你可知巡抚大人为何事要通缉我？当然知道，假冒钦差，伪造圣旨，勾结牛角寨的山匪，打劫官粮官银。铁卫国，你误会了，这通缉令上的案情另有内情。我乃是真的钦差，是皇上下密旨让我来山西公干的。公干？我铁某办案无数，不肯认罪的犯人见得多，但没见过你这么负隅顽抗的。巡抚衙门都已经定了罪，发海捕文书通缉你了，你还在这满口跑马。我告诉你，有什么话，好好随我回衙门说。把他们给我抓起来！没事。快走！你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们快走吧。你是谁？铁卫国，看在你平时清廉勤勉的份上，今天我饶你不死。不过，你还是先在床上躺1个月吧。包子嘞，热腾腾的包子。上饭前热的味道。没有，闪开！刚出笼的包子。龙小弟，我有那么重吗？你怎么跟打醉拳似的，歪歪倒倒的呀？老大，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背人，我能背着你一口气跑出华阴县，就已经不错了。糟了，钱，我把钱全都落在酒楼里了。老大，先别想钱的事了，保命要紧啊！龙小弟，要不然你把我放下来吧，你可是金枝玉叶，别到时候把你的龙胳膊龙腿给你压坏了。不行，铁捕头的铁手是我亲自建造的，我知道他有多厉害，你一定伤得不轻。咱们得赶紧找一个地方，老给你包扎一下。前面好像有一个茅草屋，进里面休息一下吧。啊，我也真的是快走不动了。龙小弟，长这么大还没这么累过吧？那是。哎呦，哎，你怎么流那么多血啊？你让我看。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吧？没事儿，你先出去，我自己看一下。你别闹，我出去。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
告诉你不许占我便宜啊！去，赶紧去，出去！真的？真的，快点走啊！走，快点儿！快点儿啊！快去！嗯。哎，不是，你确定你自己能行？我确定。去。老大，你自己可以吗？你怎么不说话呀？老大！大师兄，叶师弟，你不是跟着樊师妹一起，随着吴应奇进京了？吴应奇这几日游山玩水，一直拖延进京的时间。几日前，我和樊师姐发现，这次伏击打得并不顺利。那龙大人的手下武功个个都不弱，前去搬救兵的人当中，我们杀了3个，跑了2个。二公子，卑职办事不力，愿受责罚。罢了，你已经尽力了。继续暗中追查龙大人的下落，想办法把龙大人的行踪透露给刘德昭。可是刘德昭也有把柄在龙大人手上，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龙大人，也未必敢杀了他。卑职担心他们2人化敌为友，暗中达成交易，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不利了？所以你更要掌握好时机，杀了龙三之后马上撤离，让刘德昭的手下晚到一步，替咱们把舒剑之死和龙三之死这2口黑锅都给背了。卑职明白了，卑职这就去办。师姐，这回你看到了吧？吴应奇根本就不像我们接触的那么简单，他表面上看起来温文尔雅，实际上就这么狠毒。不，我不相信。也许他只是听命于吴三桂的安排，不得已而为之。好，就算是奉命行事，那你现在也应该可以看出来了吧？他那么有心机，根本就不像我们平时接触的那么简单。也许他跟我们一样。我们不也听从于师父的安排，去算计他吗？樊师姐，我能感觉到你对吴应奇很有好感，我不想打击你，相反，在师父的面前，我还会替你打掩护。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你千万……我心里有底。好，那不多说了。吴三桂已经派人去追杀康熙了，大师兄他们还蒙在鼓里，我现在必须连夜赶去给他们报信。你去吧。吴应奇这边，我就说你在山西有个旧友，去探望他，与我们在京城会合。好，那就这样。所以我就连夜赶去太原书府，想给你们报信。不料扑了个空，我就一路找到这里来了。叶师弟辛苦了。其实我早就知道，在追杀我的人当中，
有吴三桂派出来的杀手。你赶紧回去吧，别让吴应奇起疑。你不用担心，吴应奇现在对樊世杰很是信任，我还是留下来，同你和雪师姐一起寻找康熙和易欢吧。叶师弟是不放心小师妹吗？是啊，我是不放心小师妹。你和雪师姐武艺高强，不论是刘德昭派来的官兵，还是吴三桂派出的杀手，都奈何不了你们。可小师妹呢？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小师妹不会有事。是吗？我今天在华阴县的大街上碰到了山西第一名捕铁卫国。你的意思是，欢妹遇到了铁卫国？若是其他捕快，欢妹可以勉强应付；但如果是铁卫国，欢妹不是他的对手。打起来了吗？我当时看铁卫国带着几个捕快行色匆匆，又想起城门旁新贴出的周拿你和龙三的告示，就留了个心眼，暗中尾随。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去捉拿康熙和小师妹的。康熙和小师妹在酒楼里被人认出来了，那掌柜的暗中报了官。欢妹实在是没有经验，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去酒楼这种公开的地方？大师兄倒是经验丰富啊，为什么还是没有保小师妹周全？今天若不是我及时赶到，他们就……可小师妹还是受伤了，伤得重吗？你说呢？她被铁卫国的铁手抓伤了锁骨，肯定伤得不轻。等我解决了铁卫国他们，追出酒楼，小师妹跟康熙已经不知去向了。倾城也受伤了，无法行走。我将她安顿在城外土地庙里。这样吧，你还是先照顾雪师姐吧，我会尽快找到小师妹的。你放心，小师妹现在和康熙在一起，就算我找到了他们，我也不便现身。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让你和雪师姐赶去与他们会合。有你在她身边，我放心。暂时只能这样了，多谢你，叶师弟。多加小心。老大，你醒了？哎，你伤口怎么样了？我好不容易才给你包扎好，你千万别乱动啊！我这伤口是你包扎的？对啊。这个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包扎伤口，要是包扎的不好，你千万别笑话我。你怎么能趁我昏迷的时候占我便宜呢？我怎么占你便宜了？那你的伤口流血不止了，我怎么能看着不管呢？我发誓，我绝对没有趁机占你便宜。不过你皮肤又滑又软，摸起来确实挺舒服。哎，住口！说什么呢？那你为什么要抱着我睡觉啊？我冤枉啊！你这流血不止，手脚又冰又冷的，我也不会生火，我只能抱着你睡觉啊！哎，你怎么那么多借口啊？我现在好了，你赶紧下去吧。我都说让你……哎，老大，你没事吧？老大，哎，龙小弟啊，我怎么感觉我这脑袋这么晕啊？哟，老大，你头好烫啊！这样，来，你先躺下，躺好了。哎，好冷啊！来，把衣服盖好，把衣服盖好，你就不冷了啊！不冷了。龙小弟啊，我想喝水。水啊，水，你等着，我去给你找水去啊。嗯。慢点喝。
我好冷。冷啊！来，你先躺下。来，来，躺下。好冷啊！这样，我出去给你拾一些柴火回来，给你生火取暖，好不好？那你好好躺着，别乱动。龙小弟，啊，折腾了这么半天，我怎么还没升上啊？我马上就好，马上就好。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笨小弟啊？啊，你柴火放太多了，分开点儿，要不然里面空气不流通，火是生不着的。这可是我第一次把火给升起来了，不容易啊！哎，你这个就叫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怎么就五谷不分了？你看看这是什么？我顺道拿了2个地瓜，我现在就烤给你吃。顺道拿的？我看你是偷的吧？我会把钱补给主人的。哎呀，前几日我拿了人家1只鸡，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不告而取，就是偷。哎呀，行了，说话伤元气，你伤得那么重，别毒舌了。你搓上面的泥干什么呀？那个泥不用搓，连皮带泥放在火边慢慢的煨就可以了。不是，这不把泥搓掉了怎么吃啊？哎呀，我发现了，我这个龙小弟啊，不仅江湖经验差，生活常识也没有。这个泥烤干了以后一掰就掉了，里面的地瓜是干净的。如果这个地瓜外面没有一点泥一起烤的话，里面就糊了。反正老大你江湖经验足就行了，小弟我又学到本事了。你怎么扔火里了？哎呦！你小心点儿，别烫坏了你的龙爪。好的，慢点儿。哇，这烤糊了，哟，这心里还生着呢。那我再去给你烤烤。哎，不用了，我没有你那么挑剔。再等你学会烤地瓜，估计老大我就变成干尸了。好吧。好吃吗？好吃。我以前做攻略啊，都没吃过烤地瓜，没想到地瓜这么好吃。就我以前吃那些烤鹿肉、烤熊肉什么的，都没这烤地瓜好吃。
你看你现在这副狼吞虎咽的样子，以后还敢不敢说我吃相不好啊？我告诉你，我这么落魄的事只有你一个人见过，你一定要守口如瓶，要不然的话，我就灭你的口。守口如瓶可以啊，但是我要封口费。好。龙小弟，把我这个也吃了吧。不是，那你怎么办啊？吃不下了，我好累啊，我再睡一会儿。好，那来，你先躺下，先躺下，往上躺点啊。李兄，好久不见。哎，大姐，来我这命吗？不要。哎，价钱好说，大的，结实。你看看这个，不错吧？这瓶里的外敷草药啊，口服。谢谢掌柜的。哎，钱呢？掌柜的，我今日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钱，你能不能让我先赊一下账，改日我连本带利一起还你？去，没钱买什么药啊？掌柜的，你行行好，我妹妹她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我这开的呀是药铺，又不是慈善堂。再说了，这救济百姓啊，乃是皇上和官府的事儿，又不是我这个生意人能做的。你要怨，就怨皇上和官府吧，别怨我。哎，站住！过来，你站住！手上拿你。哎，站住！这怎么办？走吧，你过来，走吧。大哥哥，你是不是也饿了？你也想吃烧饼吗？小妹妹，哥哥不饿，是哥哥的妹妹饿了。你能把这张白面烧饼分给哥哥一半吗？等将来，哥哥一定还你10张肉饼。真的，你没骗我？真的，我没骗你。好吧，我相信你。你将来要请我吃肉饼，这块大的给你吧。小妹妹，你真好。你能告诉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吗？我叫喜儿。喜儿，真好听。娘，来当米了。哪来的没脸的东西，居然敢骗一个小孩子的烧饼！这个烧饼可是我当罗培家的银簪子才换来的，居然被你骗去一半。这位大嫂，我没有骗你，我只是暂时落了难。等我回家有了钱，我一定还给你10张烧饼。还？你骗谁呢？这年头，休说你一个叫花子，就连官府都不讲信用。说好的每人每户1两银子1担米，结果呢？只是给了这么点发了霉的陈年糙米。你们淮阴县也是如此吗？哪年赈灾不是如此？府里的灾民上能领到少许白米白面，到了我们县里，就只剩下这发了霉的陈年糙米了。再到下面各个乡村，剩下的就只能是糠皮了。
喜儿，以后可不能这么傻了，这些人都是骗子，骗你的。喜儿，你一定要相信哥哥，哥哥将来一定会还给你10张肉饼的。我呸！还不快滚！老大，来，吃点吧。你呢？我已经吃过了，我只讨了1张饼，我吃了一半，另外一半留给你。龙小弟，你对我这样，我真的挺开心的。可是我吃不下。那你不吃东西怎么行啊？我好难受。龙小弟，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别说胡话，咱们2个可是拜过把子的，说好了要难同党，同生共死的，所以为了我，你一定要撑下去。我尽力了。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第一是恶，第二是丑，第3就是死。龙小弟，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可以的。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呢。放心吧，人不死，账不烂，你一定好好撑着。要是你不在了，我赖账了怎么办？你不会赖账的，你还会整顿吏治，革除疾病，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因为你是一个好皇帝。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谢谢，谢谢你，老大，谢谢。所以你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撑住了监督我。龙小弟，你哭了。原来龙珠是咸的呀。这是我第2次看见你哭了。其实，我原本以为，在我父母死了以后，我就已经是铁石心肠，不会再哭了。没想到，上一次我是为了百姓。而这一次，只是为了你一个人。有你这句话，我死也知足。老大，你不会死的，老大，你不会的。老大，老大，老大，花儿，老大，老大，老大。掌柜的，咱们可是说好了啊，这个金镯子我只是暂时抵押在你这儿，你一定要好好保管，改日我一定会赎回来的。放心吧，我是生意人，这药铺开了多少年了，做生意的讲诚信，懂规矩。
啥死了？你干嘛一直看着我笑啊？在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我都快愁死了。我本来也快愁死了，但是看到你伤有好转，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想笑。你知不知道，这次你整整昏迷了3天，我都快绝望了。本来呢，我都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了，结果阎王爷说：“哇，这个小姑娘太能吃了，养不了你，回去吧，回去吧。”我就被遣送回来了，继续祸害你来了。你只是第一次帮我缝了衣服，戳破了手，我可是把太多第一次都给你了。打水、烧火、煎药、收拾屋子、偷人家地瓜，还有帮你清理伤口。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不正经的话。不过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你没有把我推开，我心里就觉得这一切都值了。龙小爹，你得跟我发誓，这件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好，我发誓，不告诉别人，替你保密。咱们明天雇辆马车回京城吧。我也想早日回京，你身子受得了吗？我的身子都已经好了。龙小爹，你是条龙，所以你应该回到海里去。我这个只会吹牛的老大根本保护不了你。万一你在外面遇到危险了，那我就算死上1万次，也不足以弥补我的罪过。呸！死什么死？我知道了，我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出发。哎，你就打算穿这件脏兮兮的衣服出去啊？怎么了？不是你说冷的吗？我现在已经不冷了，龙小弟，你好歹是个皇上啊，不能这么不体面。那，你看看你，刚一醒来就开始奚落我了啊？哪有？客官，您的药都包好了，来，您拿好。掌柜的，你的金镯子哪来的？这是一个客人递给我的，怎么了？那客人可是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大约5尺高，胖瘦适中的样子。不是，那是个年轻的后生，脸上嘛脏兮兮的，我也没看出啥模样来。掌柜的，那客人是我一个朋友，这样吧，我先帮他把这个镯子给赎走，再留下20两银子跟一封信。如果他再来抓药的话，麻烦你把银子和地址给他，让他来找我。这，好吧。谢谢。龙小弟怎么还不回来啊？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叶哥哥，小师妹，叶哥哥，你怎么才来啊？我早就来了，这几天我四处寻你，可我发出的讯号，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回应啊？我这2天不是重伤昏迷了吗？所以就没听到你的信号。你昏迷了？伤得这么重？没事儿，你看我现在都好。所以这些天，一直都是康熙在照顾你，给你洗伤换药。好了，外面风大，我们进屋说吧。好，进来吧。快进来，坐。这屋子里怎么就只有1张床？那这些天你和康熙……叶哥哥，你千万别误会，这2天我晕得7死8活的，什么都不知道。康熙是一直在照顾我，但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真的。算了，你这次大难不死，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放心吧，我会替你保密，不会告诉大师兄的。
还是叶哥哥好，叶哥哥最好了，什么都替我着想。喏，给你，这次别再弄丢了。这个金镯子怎么会在你这儿？不是龙小弟给当在药铺了吗？淮阴县本来就不大，整个县里只有一家药铺。今天早上大师兄去给雪师姐抓药的时候，雪姐姐怎么了？生病了？雪师姐也受伤了，而且伤得很严重。不过，她是因为保护大师兄才受伤的。雪姐姐对大师兄是真的好。大师兄去抓药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药店的女掌柜手上居然戴着这个金镯子。大师兄把这个金镯子赎回来交给了我，让我继续寻找你和康熙。他和雪师姐就在落脚的土地庙里等消息。我这几天把淮阴县东南西北方圆20里的地方都找遍了，给你发出的信号你也不给我回应。不过好在今天总算找到你了。辛苦了叶哥哥，但是你千万别误会，这2天我一直昏迷，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身上实在是没钱了，所以龙小弟为了救我的命，才把这个金镯子给当的，给我换药。你不会生我气吧？我当然生气了，不过我气的不是你最终把这个金镯子当给了药铺，而是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它换钱抓药啊？金镯子比你的命还重要啊！我不是怕我当了以后让你伤心吗？有你这句话，我就很知足了。哎，叶哥哥，天马上就要黑了，你赶紧走吧，不然等龙小弟回来该看见你了。好，那我现在就去告诉大师兄，让他和雪师姐来找你会合。你的朋友给你留了一封信，让你按信上的地址去找他。谢谢掌柜。果然是李太医的笔迹，太好了，这下可以顺利回京了。谢谢掌柜的。哎，小哥，我想请问一下，这10里铺的土地庙怎么走啊？前面转个弯就到。不过这土地庙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就在1炷香前，一大堆官兵过去，说是捉拿什么通缉要犯。我劝你啊，还是别去了。撤！站住！快抓住他们！站住！奇怪，这些官兵怎么知道我们藏身之处的？多半是吴三桂的手下追踪到我们的行踪，故意泄露给官府的。小师妹和康熙都在城西海岸港，你们把他们吸引到城东，我去找欢妹他们，然后咱们在城北会合。好，撤！这2个才是通缉令上的要犯，不要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追！这龙小弟怎么回事啊？我好不容易跟猪哥哥他们会合了，龙小弟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呸！乌鸦嘴！龙小弟一定没事儿的。孔明灯哎！哦，我知道了，原来这家是靠做小手工维持生计的，后来逃难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放在这儿了。我的伤还没好，跑不了太长时间，必须在短时间内甩掉他们，找个地方藏身，才有可能逃脱。屋里只有那个丫头在，记着留活口，只要有她在咱们手上，她哥哥武功再高，咱们也不怕了。是。
这丫头轻功虽好，但受了重伤，肯定跑不远。追！是。